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真欢喜，搁一届来到主的圣殿来敬拜主。我唔知大家每一届礼拜日顺利，心有欢喜无？敢有？咱带着欢喜的心、乐的心来到主的圣殿，用你的心、圣灵来敬拜主。当咱一礼拜中间有侪的辛苦，侪的挑战，总是当咱搁一届来到主的圣殿中间，咱要定心领受快乐，领受上帝的安慰，领受上帝的医治。咱每一届敬拜了，咱拢带着一个快乐离开圣殿来服侍主。就是咱来唱一首的诗歌，亲像鹿翕无溪水，来陪伴咱的心。只有你是我心所爱。咱伫这世界上，咱有侪爱的物件，咱爱咱的先生，爱咱的太太，爱咱的囝儿。少年人甚至爱伊的偶像，总是这物件，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失望，你会忧伤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是你的心所爱。也是你生命中的快乐甲甜白，咱一时来为你家己来献上祈祷，求主予你更加亲近主，来承认咱生命中侪过犯。求主上帝常常保守你，让咱你过去一礼拜主的保守，献上咱的感谢甲乐乐，咱求声来祈祷。主啊，全感谢了你，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要说，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带领，阮会能得到你的保守看顾。主要说，求主你赦免阮的罪过，阮常常伫无中间来犯罪，求主你保守看顾阮，阮将一切拢交在你手中，阮献上感谢你，也保守阮过去一礼拜得到你的保守。主你来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我们一个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阿拉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咱个唱一首诗歌，我的心。来敬拜你。
家庭、你的家族来祈祷，互咱全家拢得到主你的保守甲祝福。上时要献上你家己，无论你的年纪如何，你要求上帝来使用你，你拢是上帝宝贵的器皿。咱毋是讲逐天来做礼拜尔，咱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来见证，来活出主的样式。你爱向主来祈求，互你有开力，成做基督芳芳的器皿。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所有将阮的家族、阮的手中、阮的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求主你保守看顾阮，主互阮的一生中间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。主啊，将阮的家族中间那边信主的献上阮的代祷，愿主你灵的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求主你互阮每一个人各主处所用，主每一个人拢有通互你做使用。主求主你保守阮，我甲健康的面前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你。阮带着较无灵来到圣殿来敬拜你，每一个敬拜就是阮的献祭。我们将阮家己行做活祭献伫你的面前，透过每一个敬拜，求出你来充满阮，来改变阮，互阮知阮是你呼召来行主道的器皿。互每一个人拢伫阮的家庭中间。伫阮的职场中间，来见证主你的名。主，阮是软弱，主你却是阮的力量。求你帮助阮兄弟姊妹，互阮成做主你荣耀的器皿。愿主你的祝福充满阮，特别阮第一场的兄弟姊妹，随望阮行过人生济济的道路。主你这时愿要成做阮的帮站，愿要成做阮囝儿的帮站。要成做阮孙仔的帮站，阮的家族一生一世拢伫主的祝福中间。阮来感谢老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个唱一首诗歌。请咱为着咱教会来祈祷。顶礼拜牧师讲，教会是咱属灵的大家庭。咱的教会是一个家庭，家庭是人组成的。咱知影一个家庭的关系要建立真困难，真不容易啊。但是若要破坏，是一时刻的啊。家庭的关系要建立真困难。但是要破坏是一时的，所以咱来为着咱教会来祈祷。咱知影吼，咱战争中间有一种叫斩首行动啊。这个团体若要有溃力，要互无溃力，就是将迄个重要吼把它干掉。啊，这个团体就无溃力。啊，咱的教会什么是咱的首领？就是咱的牧者，咱这中级，咱的小组长。咱的区长、团长，当伊若受攻击，咱的教就软弱。我问咱兄弟，常常为着咱的教会
领袖来祈祷。当时咱人拢是软弱的，咱是不足的。当咱看到咱的领袖有软弱的时阵，你太爱替伊祈祷。伊若不足的时阵，你爱出你的气力来帮助伊，不是来批评伊。咱的教会真做伫下面的教会，常常为着咱领袖来祈祷，咱开声同心来祈祷。所以说，感谢你，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，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教会中间，互阮的教会牧者，叫做主你的保守，互因有气力来引导阮的共团教会，使阮的中节把拥抱伫你手中，最后说，互阮同心合意伫你面前，求主你保守看顾阮。中就阮的小组长、阮的团长，哦，主啊，所有你的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知影安怎合一伫你面前，求主你保守看顾，来保守阮的团队，主啊，所有你帮助阮，阮有得到你保守，主啊，所有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接着咱为着咱所有的信徒的灵命健康来祈祷，互咱的信徒拢有较无灵来追求主。一个教会复兴是咱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复兴开始。当然，我知影咱的生活、属灵的生活中间有侪侪竞争，像是咱为着咱中间有心灵受压制，伫婚姻、伫亲子、伫兄弟姊妹、伫朋友关系受迫害兄弟，还是咱的工作事业拄着困境的，还是咱的身体拄着病痛，咱来为因祈祷，互咱的教会会友。拢是一个健康的羊群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所感谢你，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所你灵保守看顾阮，阮的信徒拢着你保守看顾。主啊，灵命要着你保守。主啊，求你灵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中间有心灵受压制，关系受压制，工作事业拄着困境的，身体病痛，主你灵来充满伫伊看顾。充满伫阮福强教会，阮信徒拢有健康的灵命来合作。主，你是阮福强教会大君王，是阮的大牧者。主，你用你的听来包围阮，阮将阮的牧师、将阮的长职、区长、团长、小组长来献上阮的感谢。感谢主，你伫福强教会赏赐遮尔侪听主的领袖。愿主你的听来保守看顾因，主啊，你也兴起阮福强教会兄弟，是共牧者同心合一，来向兴旺主你的事工，兴旺主你的教会，互每一个人拢得到主你的保守来祝福，你灵来充满伫阮福强教会，主啊，感谢了你，因你欢喜阮的教会，欢喜阮的服侍，我来感谢洪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来唱一首的诗歌。咱听到主的声音，我咱的祈祷，正做芳芳的祭，来到主的面前。
请咱为着咱教会的青年事工来祈祷，特别为着咱的主日学、咱的青少年、咱的社青来祈祷。我当咱顶礼拜开小的时阵，阮听到主日学的校长，知影有济欠缺，咱来恳求主，咱有老师会当参与济青少年事工。咱的耶路传道伫即个7月底就要离开咱的教会，咱教会有郑瑞平传道。要等下伫咱的中间，继续来引带咱教会青少年事工。咱只是来为因祈祷，愿主兴起咱教会一个青年，佮靠无来到咧圣殿来敬拜主，咱来开声祈祷。主要双感谢了你，你的灵来充满伫我的青少年事工中间。主要所你也帮助阮的所有的老师，咱的服务的，特别我来将阮教会要过来将真热品传到因为你手中，愿主你过去看顾。所以感谢你，通过一届将阮教会青年人拥抱伫你手中，愿主你兴起较侪青年的领袖，用因圣洁的性命来敬拜你、服侍你。我要将耶路传道、甲瑞平传道献上阮祈祷，愿主你赏赐因有气力来带领青年事工，互因灵充满了主欢喜活泼的灵。所以说求主你保守阮。我的教会的充满着娱乐，充满着青少年的声音。我来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来起立，来唱这首的诗歌，你欢喜的主。哦，我听见天堂的声。所徛起，咱的国家台湾来祈祷，咱来为咱蔡英文总统，为咱行政院长苏贞昌行政院长来祈祷，保守因有上帝来智慧来引导咱国家，互台湾更较安全，互台湾经济更较发展，因为咱需要主的祝福，咱来为着咱台湾来祈祷。主要双感谢你，你灵来充满伫我的台湾中间。哦，主要所你来保守看顾阮。包括我的台湾，我将蔡英文总统拥抱伫你的手中，我的行政首长拥抱伫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有上天来智慧来引导阮台湾，互阮台湾咧成做一个宝岛、安全欢喜的岛屿，互阮台湾成做一个欢喜徛起的所在，互阮台湾成做一个经济发展的所在，我将阮台湾成做一个福音广传的所在。主你灵啊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我感谢了你，感谢了你，主要说求你啊保守祝福阮台湾正教会伫你面前，努力光荣伫你面前，主我感谢了你。所以，咱为了今日的聚会来祈祷，求主赐了谦卑顺服的心，我们有一个会当听主声的耳孔，我们大声而乐敬拜，有圣灵充满在咱的圣殿，你的宝座要设立伫遮，享受你的医治，你的安慰，的灵伫我们中间，咱开声来祈祷。所以感谢你的灵来充满伫我的教会，哦，主你的灵来充满伫我的圣殿，你的宝座要设立伫我们中间，主你的宝座中间要赐了你的话语。要赐了你的意志，要赐你的安慰伫我的中间。我每一届敬拜时阵，你的灵要来充满伫我的中间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咱相信为着咱教会，咱其他牧师会讲道来祈祷，愿主恩膏咱的牧师，甲咱服正服侍的同工。咱要透过牧师传讲上帝话，
也接做咱生命帮助，互咱一生坚守主的道，以世上来做工做业。咱跪声来祈祷，主啊，感谢你伫你面前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将我今日主的门手叫，因为文哥的牧师，文哥正当讲，透过牧师的讲道，成做阮生命帮助，成做阮的帮助，我一生会当行到主的道路。感谢你，主啊，所以你来充满伫我的敬拜中。主，我感谢了你，你设立富强教会。你祝福富强教会，你透过牧者甲一个属灵的前辈来祝福阮的生命。你天灾瘟疫战乱的世代，变化常常超过阮的计划。但是阮相信，主，你是永远伫地上帝，你是阮的快乐甲盼望。你的确要引出阮头前的道路，保守阮脱离一切艰难甲灾害，享受平安福气互阮。主，你的恩典何等的大！我要大声而已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天父恩典真正大，咱用俄热心来感谢主。主啊，所你恩典真大，你的场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你容难料所生的恩，你的恩无存，在黑暗难变将我欢乐你的可以闯。阮变拢无双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就为啥人生，何天地拢从三角可喜，你的可以闯，互咱阮变拢。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呢大，咱就
信息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以主面前献献和善。上帝的心宽大，大家真敬拜，心肝全意敬天跪拜，多一敬拜上帝，心可里面关爱，何你高万代，上帝永远存在，我听大是和爱，无你能做你敬拜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因阮祷告天爱，以在心中面人热塞。我主阿多听，万声音比比下，美俄罗的宗庙，温柔万恶万逃，只对我。
我对灿烂荣耀，我欢乐乐高高飞高，雄鸡高烟湾，万分的高，万里相会追讨。万军的主，万百姓要伫你面前学乐敬拜，因为你是万福的源头。主啊，阮即时大家谦卑伫遮虔诚来敬拜，是因为阮知你是阮的溃烂，你是阮的大光，你是阮的平安。所以阮求问你，要学乐你，要敬拜你，要领受你对天顶来所降落美好的恩典、祝福甲保守。我这时阵，大家人放开一切的牵绊，我的心专一伫你面前。愿圣神伫阮中间做工，你的圣神临在，阮知影你话命的话是甲阮的信心相结连。阮就要领受这个上至大恩典、平安甲祝福。愿你圣神伫阮中间，愿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。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：愿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愿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大家请坐。